講句老實話，如果你而家仲諗住買中山短炒2年3年賺一筆，我可以好直接咁同你講，你可能連個市場嘅運作係點啊，你都未搞清楚。中山根本唔係一個為短炒而設計嘅那麼一個城市。你以為你買緊機會，但係其實好多時候你買緊嘅其實係供應啫。咁而供應呢，亦都係最殘酷嘅對手嚟嘅。如果你而家手上已經買咗，咁仲係諗住2年後、3年後轉手，今日呢條片可能會令你有啲唔舒服。先講清楚，我喺中山已經做咗差唔多10年樓市嘅人，我見證過中山嘅高峰，亦都見過好冷嘅期。我唔係畫緊餅，我係同大家講下市場嘅結構、市場嘅數據。你知唔知2021年有幾多香港人入市？你亦都知唔知而家有幾多人等緊放盤賣樓？短炒唔係講緊夢啊，而係講緊流動性啊。如果一個屋苑3個月嘅時間成交得幾宗，你點炒？炒空氣啊！我知一定有人唔認同，有人話深中通道通車啦，大灣區嘅發展喎，電視成日播喎，明星豬八戒劉宇常都嚟咗喎，係咪？我唔否認發展嘅，但係發展唔等同於短期會暴升，市場唔會因為你想賺快錢就配合你，市場其實好現實嘅。短炒第一個條件係咩啊？供應唔多，需求夠強，成交要夠頻密。我講幾個真實嘅情況俾你聽一聽。2021年嘅高峰期咧，中山部分嗰啲新樓盤開價14000到16000，例如火炬、南朗同埋一啲新城區嘅。但係到咗2025年今時今日，佢哋嘅二手成交價9000蚊到10000蚊左右，跌幅大概喺20%到30%零。但係我重申一句嚇，跌幅唔係重點，重點係成交量啊！有啲屋苑放盤200、300套，甚至更多，3個月嘅時間先成交5到10間。呢啲呢係我平時睇成交數據嘅時候常見嘅問題嚟嘅。我講呢啲呢，其實對我自己生意唔係一件好事嚟，因為如果我只係叫人你買啦，你買啦，你買啦，其實我更加容易成交。但如果客戶買錯咗，2、3年之後賣唔得翻出去，其實最終對我自己一種傷害嚟。我亦都唔允許我呢種土生土長嘅本地人想做長久生意嘅本地房產人，亦都唔啱我。所以我寧願慢慢地去做，講清楚個市場先。你自己諗啦，200個人去排隊係賣緊嘢，1個月先至賣嗰2套，幾時先輪到你賣？短炒唔係怕跌，係怕輪候，係怕等待啊！如果你唔認同，留言區你可以講下邊個板塊最有潛力短炒嘅，我逐個回翻嚟。咁啦，我亦都舉例一個成熟嘅板塊同大家對比，例如城區、主城區、東區核心生活圈，3個月嘅時間可以成交30到50間，而某啲新區而家3個月嘅時間成交可能唔到10間，呢啲就咪差距咯。短炒需要高嘅流動性，如果一個板塊月均成交唔到5套，咁你嘅轉手率咧其實係極低嘅。短炒其實等同於係搏下一手，為接你呢個燙手山芋，但係而家下一手唔急啊，係你急啊，市場亦都唔急啊。好多人同我講深通道通咗車喎，係，但係我問你，2020年、2021年嘅時候，點解價錢會疫情都仲要衝高呢？因為市場已經炒過咗預期啦嘛。利好其實已經提前反映咗噶啦，你唔可以2026年啦，而家再用翻2021年嘅邏輯同埋思維。咁而家睇咧，人口嘅流入啦、就業同埋個租金有冇提升，而唔係齋睇條通道嘅。我舉下例嚇，有啲區域啦，其實2021年咧個租金啦，其實2300一個月。咁2025年啦、2026年啦，其實個租金其實都係2200到2400左緊嘅啫，冇爆發性嘅增長，同埋人口亦都冇明顯嘅上升。咁你升值嘅潛力其實喺邊度呢？短炒其實唔係收租，但租金咧亦都係市場一個好重要嘅標準嚟嘅。我幫你計下條數，假設你買翻嚟8000蚊平方，90平方你都要72萬，咁月租係2000，年租就2400啦。咁你租售比3.3%喎，咁你就扣除翻可能有一個月空置啦、管理費啦、有維修啦、又有打下衞生啦，實際可能係2.8到3.3%。咁你覺得3%嘅租售比算唔算健康咧？你留言區打個數字俾我，呢個數字其實係唔支持你去短炒嘅，因為市場嘅需求唔夠強。真正短炒嘅城市，租金一定係好活躍嘅，成交係高頻嘅。香港係咩市場？供應少啦，需求好強喎。
咁中山咧供應可持續增加嘅，同類型嘅產品競爭係非常之激烈嘅。你今日買3房，2年之後同區位啊嚇，咁啊有啲新盤出嚟，咁啊戶型可能更加靚仔，售量都更加高，同埋價錢可能仲有驚喜。你二手同新盤嘅競爭壓力嗰個肯定大啦。香港人最大嘅錯位咧，就係用咗香港嘅邏輯嚟睇中山。咁呢個錯位咧，其實害死咗好多短炒幻想喺中山買樓嘅人嘅。你睇下當時嗰啲買鋪位啊，幾多6厘啊、5厘啊，亦都有嗰啲買40年嘅公寓啊嗰啲咁，又係都係講幾高嘅租金回報嗰啲，已經係死晒㗎啦。所以如果你真係想要買中山咧，要注意3件事：第一，唔好只睇新盤樣板房；第二，要睇下二手嘅成交、周邊盤嘅成交；第三，唔係只睇規劃㗎。咁啦，我唔係話中山永遠都唔得，咁係現階段咧，其實中山更加適合長期持有，同埋或者你係改善間唔中掛下嚟改善自住嘅，同埋你有現金流去守嘅，咁咧其實真係唔適合2-3年咧會翻倍嘅。咁短炒咧其實需要供應極少啦，同埋成交係極快嘅。咁啊需求係要持續增長嘅嗰個購買力。咁中山其實暫時咧其實唔係好符合。呢個唔係唱衰，而係結構分析、數據分析。咁如果你真係諗住喺中山研究中山樓市，你可以留言區咧評論一下，打下你嘅預算同埋你想睇邊個區域。我平時都會幫香港朋友分析下。咁如果你有需求咧，我亦都可以同你講真話，唔一定係一定要買嘅。我哋可以傾傾偈交流下，其實都 OK 嘅。好啦，咁下條片我講下邊3種朋友最適合買中山，亦邊3種人千祈唔好買。記得訂閱。